推广爸母的手写台湾文，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是出版10年2，也佮有马祖你要带倒位这2本台语绘本，希望充满台湾味的亲子料理故事册，甲马祖的信仰，会当互囡仔去了解台湾的文化，甲台语生活用词。能够来，就有几十粒。绘本作者用鸡卵造型的沙铃带动气氛，现场大人甲囡仔拢笑嗨嗨。台语绘本作者陈玉轩甲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出版10年2这本册，透过鸡卵这项上普通的食材来讲发生伫咱生活周边的故事，佮结合台湾食谱，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找到共鸣。这个囡仔咧，伊就看到这个台湾料理的时阵，伊就结连伊的生活经验，甲生活经验有关系的时阵咧，伊就加强印象。安尼家长嘛会当带因透过内底的食谱，会当真正，譬如讲家己来做鸡卵糕啊，安尼因就看到，佮闻到，佮食到，佮摸到，加强印象。安尼，这就是即卖上界流行的五感啦。另外一本绘本是作者透过伫囡仔时代听到的故事，来讲北港妈祖庙的由来。希望读者会当重视甲台语无法度分开的台湾文化。大家拢少熟悉马祖婆的信仰，毋过到底第一间马祖庙是伫倒位？马祖庙是安怎伫咱台湾兴起来？希望讲咱父母拢会使带囡仔来读咱家己的绘本，咧更较了解咱家己这片土地的故事。父母家庭阿公阿嬷会当带孙带囡仔来做伙读咱台语的故事透过真生活化另外嘛有文化内涵的物件，来互即个囡仔豆豆来了解咱的土地文化安尼。基金会表示，这几年囡仔受到3C 抖音的影响真大，希望透过台语绘本，互囡仔感受台语创作者对土地的关爱，认捌台湾的母语，都市语言生活化。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